真奇怪，早餐店咧卖零茶奶茶，为什么一个啉就会走变数咧？到底这杯零茶有啥物曲折咧？来看咱的报道。这是早餐店的奶茶，怎么这么厉害？一定是这个。这个是早餐店的奶茶。怀念的老味道。它就是要加奶精啊，对啊，鲜奶茶就不是原本奶茶了，就是要加奶精的。特殊的牛奶香有传统红茶滋味，这款早餐店一定爱有的牛奶茶奶茶，那真侪人介意，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魔力。那个喝了早上都会拉肚子。真的？你会吗？会啊。如果就是最近排便不顺畅的话，会买大冰奶。早顿啉一杯无偌久，胃肠就开始无爽快，腹肚会开始滚痂，想要去便所。这到底这杯牛奶茶内面有藏什么秘密？古早味的红茶或者是咖啡红茶，这种比较久以前的物料呢，它以前是有添加决明子来增加风味的。那这个决明子呢，其实在中药里面呢，它也是一个比较让你可以顺畅的这个一味食材。一般红茶会含有润肠通便功效的决明子，较好互人走便所。便干若无卫生，成分数若伤济，嘛有可能是食歹腹肚的原因。不过关键的因素要有这款早餐店的牛奶茶奶茶，一定会染的白色的机灵。一般市面上无得卖这款神秘的液体，其实就是成就早餐店的奶茶特殊风味的秘密武器。详细看伊的成分，你敢有看到有棕榈油、葵花油、香料等等，还有3种油脂作为凝化剂。这油脂一旦食伤济，就会对人体胃肠产生负担。啉牛奶茶较后走便所，原来可能就是油脂伫作怪。棕榈油它的饱和性脂肪酸相对是其他油脂的，就是排名是前几名的。对，那过去的话，不管是国健署也好，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好，我们都建议是饱和脂肪酸不能太多。以我们现行的一个饮食行为跟饮食的一个 profile 来说的话，不建议吃太多饱和性脂肪酸。对，所以说在早餐奶茶里面，棕榈油它饱和性脂肪酸相对就高。牛奶精、鸡奶讲较白的，其实就是油脂加足少的牛奶粉，以及各种人工的添加物的综合体，以后这个奶茶变啊真好食，不过营养成分甲牛奶未必尽。再加鲜奶或加牛奶的话，它提供给你一些营养，它给你的是一些钙质，所以说，不过当然说，如果你加量不多，但钙质增加的有限。医生正是讲，新鲜的牛奶茶确实比较健康，不过唔通袂记真，牛奶无防腐剂，随时拢必须放入冰箱内面冷藏。万一早餐店的业者伊做奶茶牛奶茶时，牛奶无随摕入去冰，同款会造成微生物，若啉落去，同款会食歹腹肚。我可能就一整天都放在室温下，只是我收店的时候再把它放到冰箱，隔天要用的时候又把它拿来室温下放。所以如果以我们夏天来说，夏天其实很热，那其实细菌就容易滋长。如果里面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之下，反而容易造成一些微生物滋生的问题。比较开始重视健康的人，会用鲜奶来去调制奶茶。配合民众对健康的需要，早餐店嘛顺这个时发展出一般的奶茶加新鲜的牛奶茶2种选择。营养师建议讲，上好的选择是无糖的。以新鲜的牛奶泡的奶茶，比蓝这个鸡奶的奶茶会使摄取更较侪钙质、维生素甲矿物质，嘛避免啉入伤济热量。面对有特殊风味，互人无法度反抗的早餐店的奶茶奶茶，你到底想要啉的是风味，还是健康？